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灵，在他复活的主日，也与各位弟兄姐妹同在。今年是我们教会满90周年的日子，适逢这个礼拜接近了宗教改革纪念主日的礼拜天，所以我们为了将来主堂教会所要迈进的10年的旅程，如何迎接100周年。我一直身为一个牧者，我一直在思考说，怎么样跟弟兄姐妹、跟长子一起来思考建构教会的一个使命。所以在这个教会宗教改革的纪念主日，我盼望能够通过马丁路德跟约翰教文他们做宗教改革的努力，一起来省思他们国度性的一个胸襟。宗教改革是在教会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灵命复兴的一个日子。它不只是影响了16世纪的天主教会，它更重要的，它让整个欧洲大陆的教会经过这个宗教改革的唤醒，能够带给所有众教会一种灵命更新，特别是成为一个国度性的一个教会的建构。让我们在这个宗教改革的纪念主日来回想，也感谢上帝的灵，特别是在16世纪，当教会遇到一些牧养的盲点跟教会的世俗化的过程当中，教会的领导者能够重新回到神的话语，不只是能够重新的省思神话语的教导之外，而且是大量的将神的话语传递给所有需要渴望神话语的族群。盼望教会能够重新的省思，将自己的根基是建构在上帝话语的这个地基上。所以宗教改革其实，如果我们能够严谨的去回想2000年来教会所走过的宣教的历史，我相信你会感受到，宗教改革其实是除了初代教会那个全方位的宣教、普世的宣教那种动能圣灵的大作为之外，其实宗教改革可以是称之为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宣教跟教会的再建构。其中的一点，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他带领了众教会重新回归到神话语的根基上，让教会成为一个真道上的教会，让教会成为一个建构在神话语的地基上。所以整个宗教改革所建立的，我们称之为新教，或者改革宗教会，或者归正教会，这种不同的称谓，或者在欧洲的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有信义会、有长老教会、有浸信会等等不同的教派，但是基本上这些教会是一个以神话语为根基的教会，而且他提出了所有一切信仰的原则、属灵的原则，应该回到神话语的一个深思跟反省。所以在整个宗教改革的运动当中，其中有5个绝对的信仰的原则其中的一个叫做唯独圣经。意思就是说，在我们教会里面所有一切的讨论跟问题的症结，我们在提出答案的时候，应该是回到了圣经，而不是回到教会的传统或者教会的权柄。所以圣经的权柄远远大过于教会的权柄。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学习1519年，在1519年建立的新教的这个教会里面，他们是采取了一个很严谨的态度，称之为返璞归真的行动。返璞归真的行动就是将神的主权交还给神，将教会的根基回到圣经的根基。它是一个以圣经为立场的宣教运动，它也是一个以圣经为立场的建构教会的一个圣经的运动。所以让我们纪念这一个主日，不只是纪念这一段的历史，而能够从这些宗教改革的前辈他们所探讨的跟圣灵的感动，这一个圣灵的带领，来反省我们在通过50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真的就像当年回归到圣经跟圣灵的带领。我也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将我们自己每一个人
成为一个教会的建造者，我们也将我们自己的心重新的交给神来掌权。不论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担当的服事是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同心的将我们自己身为一个仆人，谦卑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将我们自己分别为圣，也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能够交还给神，让神掌权，如同在500年前马丁路德顺服的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而不是交给教会的传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明白，在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来思考宗教改革带给我们3个属灵的智慧跟3个属灵的态度。第一个，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能够领受这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探讨所有的一切信仰的态度，或者心思意念，或者神学的主张，我们必须知道，真正的神心意的教会必须是以圣灵跟圣经。换句话说，圣灵带我们读圣经，而且圣灵带我们回归到圣经，就如同2000年前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并没有废除了旧约的圣经里面所有的教导，他反而说，我来是为了成全的律法。耶稣基督带领的犹太人重新以神耶和华上帝的心意来读得懂上帝所颁给他们的律例诫命这些律法。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仍然一样，不论是旧约的经文、新约的经文，都是神通过启示所留给世世代代的神的子民的话语。所以我们必须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回到圣经。我们也应该谦卑的问说，我这么样来解读圣经，我这么样来解释圣经，我这么样来主张我的生活的态度，是不是真正的是在圣经的教导当中？所以我要用加尔文带给我的深深的感动来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因为加尔文他本身是一个具有国度性胸襟的一个神学家。为什么我称他为一个有国度性胸襟的神学家呢？因为加尔文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宗教改革者。第一个，他知道当一个人被圣经所教导的时候，正确的宣导神的话语，神的教会就被建造。在他的一生的服事过程当中，有2个特别是值得纪念跟一个态度，一个态度跟2个作为。第一个态度，在神的面前决志，他蒙召，他做了一个真的是国度性的祷告。他渴望能够在神的带领当中，在日内瓦这个城市里面建构一个典范的教会。什么样的典范教会呢？他盼望神通过他能够在日内瓦建立一间教会，将来能够翻转整个欧洲。他盼望这个教会能够是真的是真道的教会，而且这个真正讲解神话语的教会能够遍传到整个欧洲各个角落，让所有的教会能够重新重生，而且能够成为神话语的教会。所以他说，盼望能够建立日内瓦的教会，成为翻转欧洲的教会。他也盼望这个教会能够翻转日内瓦城市，让日内瓦这个城市能够成为欧洲典范的教会。各位弟兄姐妹，这真的是一个国度性的祷告，这真是一个在神面前真正的明白初代教会耶稣基督所建立的那个使徒行传里面的，真的是同心合意的教会。第二个，加尔文他所做的一个要翻转整个欧洲的教会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工，就是他建立了一个神学院。他知道要栽培教会的仆人，就是教会的牧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牧者会回到自己的属地，回到上帝的禾场，能够真的翻转了神的教会。所以培育真正好的牧者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他在整个长老中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他认为牧师本身应该就是长老其中的一个，
但是他特别的职分，他就是一个教育的长老，所以他很认真的栽培跟教育神所教给他的每一个年轻人，他教这些年轻人读得懂圣经，而且能够真的正确的讲解圣经，所以这个神学院就成为一个翻转欧洲教会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重镇。当年他所建立的那个日内瓦学院，直到今天仍然在，就是今天的日内瓦大学。500年前他所建立的神学院，今天仍然在日内瓦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重镇。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用这一个国度性的看见，能够为所有的教会所建立的神学院来宣告，让神的话语真的装备了他的仆人，能够被差遣到天涯海角，为神来宣讲神的话语，而且是按着正义，能够照着神心意来讲解圣经的讲道者。第三个，他建立了一个国度性的教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用神的话语来建构神的教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只是我们竹堂教会在纪念我们曾经走过的90年的岁月，更重要的是，渴望我们能够迈向将来永无止境的不停息的一个宣教的事工。昔日教文所讲到的圣彼得教堂今天仍在，昔日教文所建立的这个神学院的学院今天仍在。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传承信仰跟讲解神话语的一个教会。愿教文在圣灵的感动当中，他有一个很清楚的国度性的一个计划，盼望这个国度性的计划也能够感动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来聆听跟朗读神耶稣基督教导众教会的这个主导文。因为主导文第一句话就是求神的国降临。各位弟兄姐妹，教文他懂得耶稣基督的天国的福音，他是一个真正的被圣灵所重用的一个讲道者。他不只是在500年前讲道感动人，他所有的讲道的精华跟诠释圣经的这些作品，也留到今天，仍然继续在影响着世界。虽然500年之后有许多的伦理观念跟社会风气有改变，但是神的话语跟真理是不改变，而且约翰加文他透视了初代教会的动能，他了解初代教会的可贵的地方，就是抱持着圣灵，抱持着圣经，同心合意的教会，他将能够翻转这个世界，用神的教会来翻转这个国度。这真的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主导文，也是路加所看见跟见证的第一代的教会。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曾经在4000年前呼召了亚伯拉罕，你曾经在2000年差遣你自己的基督来到这世界上，你也曾差遣圣灵在2000年来陪伴的众教会。恳求上帝的灵今天仍然与我们同在。我们有旧的故事，但是我们要做新事；我们有旧的故事，但是我们要做新事。让我再一次来用这个故事来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效法初代的教会跟约翰加尔文。约翰加尔文在神的面前决志立志，要为神建立一个能够翻转世界的教会。这个教会将成为欧洲典范的教会，这个教会将改变那个都市，而且那个都市后来将成为欧洲典范的都市。各位弟兄姐妹，他不看清自己是一个小小的神学院的老师，他也不害怕当时多么大的这个宗教的审判的压力。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领受神所交托给我们的教会，不论教会是大或小，让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建构今天的教会，在当代的教会里面成为一个世界生命的真光，能够用光来光照这个黑暗的世界。约翰加尔文他的讲道影响了欧洲各地，许多跟他学习圣经的话语的人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兴起了一个绝大的一个灵命的大复兴。我们台湾的长老教会就是来自于约翰加尔文他的学生 John Knox，他回到了苏格兰所建立的苏格兰的教会，后来苏格兰的教会辗转的将加尔文教会的传统带到了台湾，
所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一个有2000年历史的教会，是一个有500年的历史的教会，又是一个有400年的苏格兰的教会的历史。但是台湾虽然有这段的历史当中，我们应该学习做的就是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成为一个国度性的一个教会。这一张图是昔日约翰加尔文曾经朝夕讲道的一个地方。这个教会叫做圣彼得教会。这个教会就在昔日约翰加尔文所建立的日内瓦学院的旁边。这一个教会在约翰加尔文来到日内瓦之前，它就存在。当约翰加尔文离开日内瓦蒙主恩召之后呢，这个教会直到今天还在，而且在那个讲台，在那个教堂的十字架上有一句话是曾经是约翰加尔文的讲道，那一句话叫做 "After darkness, light"， 意思就是黑夜过后必有光明。昔日的讲道篇的主题是用拉丁文所写的。约翰加尔文讲了这一篇讲道，代表了他所有的一切的讲道。这一篇讲道不只是留给500年之后的我们，那一个讲道篇甚至后来变成在日内瓦的银币，那个银币的上面就写了那一句的拉丁文那个字眼。我们就可以想象加尔文的讲道在当年带有多大的震撼，让整个日内瓦这一个政府能够用他的教导跟用他的感动，能够立志成为世界的光。After darkness, light， 意思就是神的光是没有办法被遮掩的。我深深的被约翰加尔文他所留下来的这些故事来撞击了我忽视的态度。我是谁？在约翰加尔文之前，我深深的知道我的能力深深不及神给他的1/10，但是并不减少我成为约翰加尔文所吸引的那个一个跟随者。最重要的，我不是跟随约翰加尔文，我是跟随呼召约翰加尔文的圣灵。如同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跟随呼召教会建立教会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踏着前人所走过的脚步，让我们缅怀这段的历史当中，我们不只是守护这里向后看，我们是往着标杆有一个国度性。我们跟神求说，将来我们的教会将是成为在暗示弯曲悖谬的世代，将生命的真光表明出来。所以我展现这个银币的这一张图像，告诉各位弟兄姐妹，一个教会的存在如何成为一个俗世政府他心里面说阿们的一个真正的真理跟真正的一个正义的一个态度。愿神重用众教会来翻转这个世代。这是今日的日内瓦大学。日内瓦大学在20世纪初，为了纪念宗教改革的历史，在校园里面就树立了4个很重要，当时的加尔文教会的很重要的4个教会的前辈。其中排列的第二个，在中间站在中间的这个留长长胡须的这个人叫做约翰加尔文，在最右边的那一个人叫做John Knox， 约翰诺克斯。约翰诺克斯是加尔文的学生。约翰诺克斯 John Knox 就将加尔文的感动跟加尔文对这个国度性的一个胸襟就带回到苏格兰。John Knox 成为一个真正的将那个感动带给苏格兰，而且成为苏格兰那一块土地上蒙恩的一个人。他所建立的苏格兰的教会是一个没有花俏的教会，是一个不说拍马屁话语的一个教会。后来就成为所谓的今天的苏格兰自由教会。各位弟兄姐妹，当约翰诺克斯蒙主恩召的时候，甚至连苏格兰的国王都赞美他说，躺在这个地方这一个人是一个绝对不会拍马屁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你就可以想象我们的前辈，他是在神的面前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何其的幸运，有了2000年前的初代教会的传统，有了1500年教会大公教会的历史的传统，后来又紧接着有神通过
改革中的教会所留下来给我们这一些脱胎换骨的，是一个返璞归真的一个建构在圣经真道上的教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嫌弃在历史当中所走过的每一个值得我们尊敬的历史信仰的前辈，但是我们踏着他们的肩膀的时候，我们能够问神说：神啊，在今天21世纪的现在，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求神在今天对我们讲话。所以当我们愿意为自己的教会献上祷告的时候，我们首先将教会的主权交还给上帝，我们将教会的主权交还给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呼求说：神啊，求你掌权。那当我们愿意将教会交还给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就让我们来学习主耶稣基督所喜悦的祷告，让我们来学习主耶稣所教导我们如何在耶和华我们的上主面前发出我们的祷告。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当如此祷告，记载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主耶稣教导他是一个完整的主导文。今天主导文成为教会里面最重要最完整的，是具备有旧约的神学，又具备了天国福音的一个祷告。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思考主耶稣基督对他门徒所讲的第一句话。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祷告要这么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在祷告的时候，耶和华成为我们天上的父神。第二个，耶稣基督要他的孩子们跟门徒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所以同样在马太福音第6章，不论是第10节第33节，主耶稣说：你们当如此祷告，愿神的国度降临。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国度性的祷告。国度性的祷告不只是说我要做一个能够走到天涯海角，建立一个庞大的教会的一个版图，不是。真正的国度性的祷告，小至于内心，大到一个普天之下的普世的宣教。但是最重要的，国度性的祷告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是参与神计划的祷告，是神掌权的祷告。我们不要用大跟小、教会的规模跟教会的人数来限定国度性的祷告它的真正的意思。真正的国度性的祷告不是这样子的 ，One for all, all for one。哪怕是只有一个人的教会，它是让神掌权，它就是一个天国性的教会，它就是神掌权的教会。各位弟兄姐妹，求圣灵带领我们明白合乎耶稣基督心意跟神心意的国度性的祷告到底是什么。首先为我们自己内心的改造，首先为我们内心世界的祷告，我们的生命。因为天国首先必须成为人内心的灵魂的改造，才会成为一个国度性的一个祷告。所以主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如果我们懂得这一句话，其他所有的主导文里面，包括日用的饮食、免去了试探得到宽恕、赦免，这些其实都是耶稣说，当你先求神的国度跟他的义，这些都将给你们。所以当我们读得懂耶稣基督第一句的宣告，就是宣告神的国度降临，宣告天国的福音将普传在全地之下，荣耀权柄都是归于我们的上主。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举起祷告的手，跟神说阿们。主啊，我知道，主啊，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祷告，这是我一生的祷告，这是神你所喜悦的祷告。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今天也将在我们的生命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力。这一个祷告也在加尔文的身上产生了影响力。所以神恩膏了加尔文的嘴，恩膏了加尔文的教导。所以神通过约翰加尔文对圣经的教导，他所差遣出去的所有的这些孩子，他们有一部分的人为了宣讲神的话语，竟然遭遇宗教教会的审判，甚至死在宗教的这个审判的当中。各位弟兄姐妹，当年的宗教改革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运动，而是一个必须流血、必须付出生命代价，如同初代教会在罗马帝国之下，它是充满了许多冒险。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已经很自由的环境当中来领受这个福音，但是有时候我们的障碍仍然在我们的心里面。恳求神的灵将这一个国度性的权柄就安立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如同约翰加尔文，如同初代教会的耶稣的门徒。所以第二个，我要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首先必须先成为被改造的人。就如同约翰加尔文，他看到了他的信仰的前辈在法国，他的故乡法国在为了宗教改革的努力，竟然献上了他的生命为活祭。当时约翰加尔文看到这种为真道讲道而牺牲生命，那种让他心惊胆魄，却充满了一种敬畏的心。后来约翰加尔文也抱持了这种的态度。约翰加尔文差派到，不论是在法国、在荷兰，甚至在苏格兰，有许多人真的后来也为了宣讲神的教会的改革，也献上了生命给主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第二个，在今天耶稣教导我们呼求天上的父说愿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最重要耶稣所应许的就是当一个人谦卑在神的面前举手祷告说愿你的国度降临，那个时候就是神的国度就会临到每一个渴望神所掌权的孩子。所以今天第二个祷告是属于我们个人的，上帝的国度将从我们内心的开始。如果我们抱持这种祷告，我们就读得懂耶稣基督所宣讲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讲了许多的故事跟比喻，其中比如说天国就好像撒种的比喻一样，天国就好像一个生命的种子撒在一块土地上。他说撒在这个土地上，不是所有的果子种子都能够成长，撒在好的土壤上，它就结实累累，结实100倍。各位弟兄姐妹，愿我们的生命就得着了天国的种子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在今生得100倍，在来世得永生。不只是这样子，我们就成为真正的属乎上帝国度的人。我们不只是为了今生今世，我们也为了来生跟永世。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被翻转。2000年的犹太教的经学士法利赛人，他们读了2000年来犹太人的信仰的传统，但是有很多人竟然还不懂得神的国度、上帝的权柄。所以法利赛人就问耶稣说：神的国度何时到来呢？主耶稣回答说：神的国度不是人能知道的，神的国度降临不是人能够知道什么时候，也不是人的眼睛所能够看的。因为神的国度在哪里？神的国度就在你们的当中，神的国度就是隐秘在人的心里。所以神的国度是在信的人看得到，神的国度是在不信的人是看不到。神的国度是在还属灵的人看得到，是还属血气的人看不到。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的面前奉主耶稣的名来恳求圣灵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圣灵进到我们的生命，圣灵就带来了神的国度，圣灵就掌权，圣灵就让有圣灵充满的人，他就懂得上帝的计划、上帝的美意跟上帝的心思意念。各位弟兄姐妹，为了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为了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在神的面前献上谦卑跟敬虔的祷告，为自己生命的改变来做预备。就像上帝呼召了马丁路德，就像上帝呼召了约翰加尔文，就像上帝呼召了约翰诺克斯，就像上帝呼召了马雅各，就像上帝呼召了台湾的第一个牧师叫做李修。一代一代上帝的灵呼召了他的仆人，今天还愿意在神的面前蒙恩召的人，在神的面前，我们献上这一个一辈子受用、一辈子改变一生的一个祷告，在神的面前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当中，如同在天上。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同在天堂，这是影响我们一生的祷告。愿圣灵将这一句话，就写在我们每一个同心敬畏神的弟兄姐妹
不论你在何处，我们彼此纪念，彼此代祷，我们一起同心在神的国度里面来被神所使用。今天第2段的经文，我是引自诗篇第144篇第5节的第1段。这一段话就有的耶稣基督说，愿神的国度降临的犹太人的精神。耶稣基督所讲的教导，所有的话都有他的犹太背景。当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呼喊上帝的名为圣，呼喊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了大卫在他的诗篇说，耶和华我的上主，求你使天降下来。天降下来，就是上帝你的国度降到这个地上，亲自降临，亲自掌权。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习在永在的神，我们的神是习在永在的神。约翰加尔文的上帝是耶和华上帝，约翰加尔文的耶稣就是上帝的基督，都是我们的神。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生命的翻转跟神求说，主啊，约翰加尔文懂得的天国的福音，今天我也渴望能够听得懂，求你让我听得懂天国的福音，如同约翰加尔文懂得主耶稣基督所宣讲的每一句话。最后，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不论神将我们安置在什么地方，不论神将我们安置在哪一个教会，我们都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教会。因为普天之下凡称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我们的教会都是合一的教会。从2000年前，这个教会从来都是一个教会。2000年前已经把这一个教会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Catholic Church。Catholic 来自于拉丁文，来自于希腊文，这一个字的意思就是圣而共同的教会。各位弟兄姐妹，你记得我们的信仰告白吗？在使徒信经的信仰告白说，我相信圣洁的是圣而共同的教会，就是这个教会。各位弟兄姐妹，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愿主耶稣基督掌权，也让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他身边的众教会，是合而为一的教会。今天我们必须听耶稣基督所讲的，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国度性的教会。耶稣不只是教导2000年前的门徒，耶稣的话语不断经过他的仆人，在主日讲道宣讲讲解，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就不断的被传递给新生命。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听得懂主耶稣今天为我们所讲的。我们不只是背诵这个经文，我们应该知道这个经文的背后是主耶稣基督将这个祷告交给他的门徒。意思就是说，当你们这么祷告的时候，天国就降临。我再讲一次，当耶稣基督的仆人说，愿主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说，你们用祷告让神的国度从天而降。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当记得，我们在朗读背诵这个主祷文的时候，不是一个咒语。我们在朗读这个主祷文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咒语，而是一种渴望，是一个呼求。神就为这种迫切的祷告，他就亲自的恩膏。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懂得主耶稣基督透过基督徒的祷告，让神的国度降临。所以凡在不论在什么地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天国降临的基督徒，他将让天国临到他所生活的一个社区的里面。所以主祷文是一个翻转世界的祷告，主祷文是基督徒翻转那个世界的祷告。我回到刚刚我跟大家分享约翰加尔文，他为了日内瓦祷告，他举起手为了日内瓦祷告说，这个日内瓦的教会将翻转了日内瓦城，然后日内瓦这一个都市的所有的基督徒将翻转了整个欧洲的教会。各位弟兄姐妹，就如同耶稣基督只差遣了12个人，但是这12个人竟然翻转了罗马帝国。你相信这是神迹吗？你相信今天的神迹将继续在我们的当中吗？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看清自己的使命。每一次我们宣告主祷文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天上的权柄来翻转这个世界。我们当如此祷告，
这个祷告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主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跟大家分享到最后结束之前，我要用这2段的经文，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同心用我们的灵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主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神的旨意跟国度行在我们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当中。愿你成为天国的记号。愿我们每一个人被主高举，让他的荣耀、权柄、全能在这个世界上掌权。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主耶稣基督，你的国度是具有权柄。主耶稣基督，求你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呼喊你的圣名，你的国度就降临到这个世界。凡有血气的都要过去，唯有神的国度永远掌权。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